要临平保生宫现在要往立头港大桥上进天宫。高雅大天府咱是规顿成都生活众心灵这个现场，也欢迎高雅大天府咱管理五万会咱所有工作人员对对咱宜兰府成中指导，宜兰府成中的团队来做咱高雅大天府对生活众心庙会中心信徒观念做咱高雅大天府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咱管理团队大家大汉